如果你覺得自己嘢有啲唔乾淨嘅嘢，我教你一個簡單嘅方法，就係你自己嘅掌心嗰度斟啲高度白酒落去，跟住咧快手咁捽幾下，用左手拍自己個頭頂嘅百會穴7下，跟住咧再用右手拍自己個頭頂嘅百會穴7下，再用左手拍自己條右臂由上到下咁樣拍，再用自己嘅右手拍自己條左臂，又係由上到下咁樣拍。嘴入邊咧要念呢幾句說話：山入邊嘅歸山，廟入邊嘅歸廟，土入邊嘅歸土，邊度嚟嘅就返邊度去，念3次就得噶啦，福身無量。視頻中邀請到許羅業道長，係江西龍虎山天師一脈65代道長李大明嘅嫡傳弟子，現職無為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協會2025屆協會成員，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宮殿碧雲殿常駐道長，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龍王廟常駐道長，亦受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慈山寺2025年元旦蓮花燈叩神法會道長代表。許羅業老師長期致力於傳播道教文化，喺道教法術、奇門遁甲同風水等領域有獨樹一幟嘅技術同技巧。許羅業道長向港澳台甚至海外人士廣泛招生，如想進一步了解，請聯繫我哋。